劳团开记者会抗议鹿湾材料公司违法打压这因为顾囝留职停薪的女性劳工，而且这间公司的董事长阁是扶轮社的创社社长，要求伊都要检讨，嘛要回失礼。因若针对这项指控，公司到当时也无回应。大声发口号求被捕条啊！一名劳团的人27透早伫中原世界中心楼门口召开记者会，抗议桃园北城扶轮社创社社长，也是鹿湾材料公司董事长杨连志打压职灾甲育婴留停的女性劳工，这是违反扶轮社的宗旨，爱扶轮社回失礼，并且检讨创社社长的行为。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我在产后有发生一场通勤职灾，公司没有给我适当的工伤假，还强迫我要请留职育婴停薪，即将要届满的时候通知要支遣我。不管是职灾还是育婴留停啊，你都不可以随便的不让员工回来上班。对，那这个是有法律明确在保障的啊。那这位扶轮社的前社长杨董事长，他可以公然的违法。劳团表示，鹿湾材料公司伫信州的女员工育婴留停时间满了后，表示无适合的工课会当予伊回来，并且启动家私头路的停事。停至7月13，劳动契约伫员工申诉性平甲劳检了后，才赶紧通知员工会当调职，想要甲代志锁掉。针对石头路打压的代志，目前也未收到鹿湾材料的回应。本府已经受理劳工的申诉，目前的处理进度呢，将会在下个月进送性别平等会，由会议来审议公司是否有违反规定。劳动局回应，这场劳资争议调解搁在进行当中，后个月会召开性平会议，来强调按照性别平等法的规范，除非公司关门业务减少，若无雇主应该伫员工育婴留停期满，都恢复伊正常的工课。若违反，会当罚20万到30万，也公布公司甲负责人的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